場觀眾朋友，2020-2021 ASUS 全港學界精英排球比賽男子組冠軍得主係北西南沙野。一場精彩嘅五局比賽。見到雙方球員都非常之感動感觸，呢個時候亦都喺五局嘅賽事之後，見到球員都互相擁抱、握手致意。呢個時候，全場嘅觀眾，不如我哋用我哋嘅掌聲，給予喺場上面一直拼搏。一直追求佢哋夢想嘅球員，一場好精彩嘅五局嘅賽事，有賴我哋所有嘅球員嘅付出，亦都有佢哋嘅教練嘅指導，但係永遠離不開就係喺背後支持佢哋嘅家長、老師、校長同埋現場嘅觀眾。一齊再一次俾掌聲相對。今日呢場比賽主題係每一球不罷休，一起精英。呢個口號唔單止係競技，亦都係一種態度，一種對自己、對隊友、對比賽負責任嘅態度。每一球不罷休，就算落後都唔會放棄，背到冇力抽晒筋，都要跳高攔網，就算跌低都要企返起身。一起精英係贏波一齊輸，輸波一齊承擔。佢哋兩隊亦都匆匆展示到呢班年輕人用行動去説話乜嘢叫團隊，乜嘢叫兄弟。我哋現場觀眾朋友一齊再俾多啲掌聲，長篇同埋藍分嘅球員。掌聲可唔可以再多啲送俾兩隊嘅球員，好好享受今場嘅比賽。一齊再一次俾掌聲送俾今年度精英排球比賽亞軍嘅得主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今日經理員接近將自己嘅男子組冠軍戰好快脆就會上演我哋今年度精英排球比賽最後一場嘅賽事嘅將會係女子組嘅冠軍戰。咁喺女子組冠軍戰之後咧，將會進行我哋今年度嘅頒獎禮。
咁啊呢個時候咧好快脆咧，就會見到。